大家好，上個星期我俾屋企人傳染咗感冒，而家感冒咧就好翻晒啦，但係仲有少少痰，加上近日天氣轉凍，又乾燥咗好多，朝頭早起身咧就成日覺得喉嚨會乾啦，聲就有啲沙，時不時咧仲有幾聲咳添，所以今日就嚟煲一個清肺潤燥、止咳化痰嘅湯。呢個湯用咗我最中意嘅霸王花，加埋螺片同埋瘦肉，好清甜，好好飲嘅。如果你想知道詳細嘅食譜同埋做法，就一定要繼續睇落去啦。呢啲就係所需要嘅材料啦。霸王花味甘性涼，可以清熱潤肺、止咳化痰、解毒消腫。用水洗乾淨之後，浸佢30分鐘。你見啲水黃黃地，除咗有啲污糟嘢之外呢，仲可能有硫磺喺裏面㗎，因為霸王花可能俾硫磺分過，等佢冇咁容易壞。如果你唔將呢啲水浸走佢、倒走佢嘅話呢，煲出嚟嘅湯呢就可能會有酸味㗎啦。浸完之後可以再過1-2次水，咁就乾淨啲啦。如果霸王花佢下面有啲位呢係比較硬嘅呢，你可以剪走佢，食起嚟呢就會舒服啲。海玉竹味甘性平，可以養陰潤燥、生津止渴。椰棗可以補中益氣、止咳潤肺。用水洗乾淨呢兩樣材料。椰棗就浸10分鐘，10分鐘之後稍為軟身啲呢，就可以剪開佢，去咗個核。海玉竹洗完之後呢，就要浸30分鐘嘅。今次用咗螺片，螺片可以提鮮，令到成個湯呢更加鮮甜。佢味甘性涼，有滋陰補腎、清肝潤燥嘅功效。用水洗乾淨，浸到佢軟身為止。浸完嗰啲水呢，就視乎你個人喜好啦。有啲人呢中意倒埋落去煲湯嘅，我就會驚有啲腥味，所以我就冇倒落去啦。可以將佢剪細塊少少先。瘦肉用水洗一洗之後，太肥可以剪走啲肥膏，太大塊嘅話呢，就將佢剪細塊啲。濕溫水加啲薑片，加少少酒，再加埋啲瘦肉落去，開火出一出水。啲水差唔多滾嗰陣時呢，就可以加埋啲螺片落去，一齊飛水啦。你見到啲污糟嘢浮晒上面啦，咁就可以夾返起啲瘦肉同埋螺片，洗乾淨之後備用。之前煲茶用剩咗甘筍，所以今日煲湯就擺埋落去，可以令到個湯呢甜啲。霸王花同埋螺片比較涼，所以我就會加薑片落去一齊煲呢個湯。今次就加咗2片到，如果你中意嘅話，可以加多少少。將所有材料擺落個壓力煲度，加水，大火加壓去到第2條壓力線，轉個細火煲20分鐘。
然後就可以熄火等解壓噶啦。解壓之後，打開個蓋，大火煲多10分鐘，加鹽調味，咁就搞掂噶啦。如果你係用一般湯煲明火煲嘅話呢，大火煲滾之後，轉個細火煲大概個半鐘。我好鍾意呢個湯，因為好清甜，霸王花好好食，啲螺片呢又好厚肉，好彈牙，鮮甜美美啊！呢個湯啱晒夏天轉秋天呢個轉季嘅時候飲用，可以清熱潤肺、止咳化痰、養陰潤燥、生津止渴。有興趣嘅話，大家可以試下煲嚟飲喎。呢度有個詳細嘅食譜俾大家參考下。